阴岭这边哈、有旧的通济宫，旧的通济宫古迹。你看古老的房子，古老房子是这样盖的，石灰壁啦，那个叫石灰壁啊，石灰壁。这种地方叫做伽蓝庙啦，伽蓝庙，伽蓝尊王，乡民说类似于那种是城隍爷、城隍爷。你看旧的限定古迹通济宫，限定国定、县辖市定，看来限定。那三级古迹的三级古迹。像前方那边新的玄武殿、玄天上帝庙，屋顶盖好了。